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請君主愛主較多，背12記，哥林多後書3章5節，並不是阮憑家己會通承擔什麼事，阮所會通承擔的，乃是出於上帝。有一位姊妹認為伊背的12記比別人較重，所以刻無會通換另外一個。一日的暝時，伊做了一個夢，在伊的面前擺着各式各樣無同款材料、無同款大小的12記，其中一個12記上鑲着寶石甲黃金，非常的美麗。伊想背這個一定是真舒服，但伊非常的著力的，甲會通舉會起。原來寶石甲黃金雖然真美麗，卻較過重了，伊背袂動。後來伊閣看到一個插頭的12記，頂面閣是填着真水的玫瑰花。伊想這個容易做了，伊輕輕會舉起來，但玫瑰花的刺插甲，予伊真正痛。最後伊找到一個樸素的12記。伊背起伊，覺得是整12記中最容易的一個。伊閣詳細一看，伊認出這個是伊舊的12記。弟兄姊妹，主所讓予咱的12記，攏是最適合咱的，並不是咱憑着家己會通承擔什麼事，乃是靠主的恩典，予咱放落埋怨，而常懷着感恩的心。咱三甲來祈禱，親愛的天父，愛阮的主耶穌，阮要感謝你，為救贖阮而背負了重大的12記。阮每一日會通背起12記，grund地你甲服侍你，乃是你的恩典。阮服侍袂通靠家己的血氣甲智慧，求主恩待，賜予阮有謙卑甲忍耐的心，願意付上代價。阮知影你予阮的負擔，必袂超過阮所會通擔當的，必有你足夠的恩典賜予阮，予阮有感恩甲喜樂的心服侍，但也就會減輕。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